会来遮讨生活，拢是甲咸路借命，甲天借打。嘿，阿姑，迄个袂死啦。Dai trovare che ma si dava. Volita Navarro corre. 史诗级台剧《斯卡罗》取材真实历史，故事背景在1867年，有一艘美国的商船罗妹号在台湾南端触礁，偏偏很刚好的搁浅不在清朝政府管辖的廊桥地区。嘿，我的是把你想将我给打呢，把你！当时的廊桥地区就是现在的恒春半岛，由斯卡罗大骨头统治这里的商贩。而罗妹号事件发生后，闽客平埔族慢慢硬起来，在这里抢夺生存权。咱叫人做结啦，天公唔放药欠好，最宝贵。那个么村的点嘛多啊，马里布里布，是奶奶是里古扎古往家人，turun turun Arab atau turun pau, aja kadunangan, kania makatia pasti jangayaan. Ama tu petu, terrovo apa orang ini su, ja, pakai yang anak siung kio, tu ni mija sekarang kau nang isu. 哎，咋了？把那卡住那个你都弄八分钟麦啊？阿姑，人有头一定高。吴康仁在剧中身为闽南人，但为了夹缝中求生存，常周旋在阿多拉清军以及部落间当调解人。迄个人啊，甲陈反水通领波，敢若伫要告去啊！我来替伊排解。唔当水嘛，本水抢流你牙田，牙田不是才水哦。阿舅讲的啊，老三番的평에通两步，不会满了。这茶啥？这玻璃，啊，这是通领玻啦。阮吃了伫遮，这个通领玻吼，就遮拄好。就卡咧玻璃甲茶城的中，互两位阿兄真无补贴啊，无咯，逼甲袂当喘气。啊，你做下通那玻了后，阮茶城的人，到底烦恼讲恁客人会拍过来呢？通领波纵远地界中间嘛，大家小讨论，喘一口气，水尾嘛是会当喘气啊，水嘛会当流对通领波，流对玻了。对啦，会来遮讨生活，拢是甲咸路借命，甲天借打。阿 Q 讲呀，大家用一铺啦，好吗？风领部的客人啊搬走啊，这变惨了，可惜了。会当饲我两个社了咧。嘿，阿姑，迄个袂死啦。汉人是加甲蚕无够食，汉猪只是会当食饱肚的。
baby 才会当饲我啦，饲我一生啊。斯卡罗日前首播，家评如潮，最高收视冲破2.89，连咱们小英总统也是斯卡罗剧迷，在脸书倒修吧，用行动支持台湾戏剧，吸引7万人按赞支持。